台中有一个细条的查甫人，赛车超速吊扣车牌6个月，想袂到伊上奥步，顶个月27去修车场，甲挡伫边仔的事故车牌拔落来，倒去家己的车顶，一路驶去到高雄，按着警方接到通报，当天就甲伊抓到。警察甲涉嫌偷摕车牌嫌犯压制伫咧涂骹，嫌犯无愿意配合，强调家己无犯案。 迄台车我的啦，我就你是个人的车牌？我当时放我人的车牌。车牌讲你即摆车顶的车牌，都毋是你的车牌。我去甲迄小配厂收的啊。就伫咧这个月27，警察伫咧台中市西屯区包抄这个嫌犯，甲伊抓起来，嘛查到2块无去的车牌。嫌犯甲警察讲，因为伊超速违规，汽车牌照互吊扣6个月。毋过伊也是想要洗车，所以想起摆伫这间修车厂修过车，就去偷一只事故车的车牌，倒伫咧家己车顶。 该车辆于作案当日驾驶至高雄市同日晚间随即赶回台中，警方巡线后经后方操作案车辆在西屯区当场逮捕驾驶。车厂业者表示讲，车牌红头的这只车因为爱修理，暂时歇伫咧田边，出动时并无把车牌摕落来，煞互嫌犯绑落来，倒伫咧家己车顶。佮强调讲，干那是借来用。我有看，我讲无使绑，伊讲有讲内底讲，我讲按都不对劲啊。 我心讲，若是讲安都唔对啊，摆那样我袂接人。警察收到报案，紧急监视去画面追查，当天就抓到嫌犯。先后除了依照窃盗罪嫌移送侦办，另外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使用他车牌照也有吊扣期间洗车，依法开单羁发。记者台中报道。